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台中沙鹿的枪击案。警方追查结果，讲开枪的单身嫌犯，甲死者竟然是囡仔时代的佚佗伴。这个死者的妈妈看到监视器，就随来认出这个凶手就是后生伊的失踪兼换贴的。两个人要做伙加入诈骗集团，骗到3亿1千万。警方怀疑这个枪击的动机，可能甲这条骗来的钱本未平有关系。 中回案发的现场，死者的妹妹甲老母表情真悲伤，无法度接受凶手竟然是细汉时阵的佚佗伴。警方查出2名嫌犯之一的单身男子，甲死者整整2个人做伙参加诈骗集团，伫普渡街的机房成功诈骗中国人3亿1千万。这嘛，互警方将枪击案的动机向赃款的方向侦办。妹妹这样子觉得很舍不得哥哥这样子。 警方追踪2名嫌犯逃亡路线，发现开走来车，两处伫台中甲苗栗，甚至甲车收掉，才个对敌人坐火车上台北。专案小组分头掠人，加上嘛希望嫌犯赶紧落网，而且到底是虾米款的手份，甚至呢也向开枪杀死细汉时阵的囡仔伴。